咱即摆共款来介绍甲手诶动作相关诶一寡台语字咱首先要来介绍即个叫做水它是左边一个帅就是率领的帅然后右边一个军刀的刀旁这读作水好，它刀子在圆柱形的东西上以刀口跟平面垂直的方式边切边绕圈好，那比如讲然后就是边切边绕，最后是渐渐把东西把它切断。那譬如讲水甘蔗大家唔知会晓水甘蔗把它绕一圈嘛环切甘蔗的意思叫做水甘蔗甲你水落好，搁过来下骹这里叫做下就去皮的意思或是爆的意思。譬如讲下铅笔就是削铅笔嘛下皮就是削皮水果不是有皮嘛搁过来这里叫做剁，就是用力斩跟切。咱譬如讲过去剁的通好食可以剁的通好食就是把鸡拿去剁一剁可以吃搁过来这里叫做切它是用刀将物品把它分开。比如讲一个西瓜切个大细片咱把西瓜切的大小不均这里叫做切搁过来这里叫做破，就是破开劈开的意思。比如讲破甘蔗比赛那个它这个华语的解释就是劈甘蔗比赛啦好，那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劈甘蔗比赛这个是比较久以前至少四五十岁的人应该都还看过就是大家拿了一个鱼头高一点的然后人就站在上面，然后就拿一根这个甘蔗，对不对？然后手上手上就拿一支那个甘蔗刀这样子或者是平常的那种刀。然后当这个把这个甘蔗把它放开的时候，这个人就从上面把它劈下去然后劈下去的时候是不是会变成两半，对不对好，那你拿那个最短的两半里面最短来比较，看谁最长。如果最长的那个人就是胜利所以这个叫做破甘蔗比赛我这大家少年的拢跃跃欲试呢叫做破甘蔗比赛搁另外一个意思叫做破柴就是劈柴的意思啦